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三個選修單元能量和能源的使用嘅第三題選擇題啊。以下哪項呢安排能夠減少一個建築物外牆嘅總熱傳送值咁 OTTV。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咩叫 OTTV 㗎啦。咁喺呢一度呢，同你溫翻習啊。OTTV 呢其實就係佢嘅總熱傳遞率。OK， 除翻佢個總面積嘅，咁即係咩嘢呢？佢分開兩部分嘅，一部分呢就係經過熱傳遞嚟嘅傳導率啦，再加翻佢呢經過輻射而嚟嘅傳導率，再將呢個數呢除翻佢個總面積，OK， 總面積嘅，咁啊即係 AT 啦。好啦，咁即係既然經過呢兩部分啦，即係話，如果呢個經過傳遞嚟嘅，即係經過啲牆身啦，經過佢傳遞嚟嘅高嘅，又或者再加埋咧呢一個咧輻射，即係話唔經即係通常都會經玻璃啦，透過穿過我哋嘅即係啲窗戶啊嗰啲而入嚟嘅導熱啦，將呢兩個數咧就加埋除翻 AT， 咁就係佢嗰個叫總熱傳遞率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呢兩個數值咧傳遞得越慢咧，越低嘅話咧，佢個傳遞嘅係數咧就越低啦。OK，咁傳遞係數越低，OTTV 嘅數值越低，咁有咩好處啊？咁當然就係令到你間屋企咧，外邊咧就可能好熱都好咧。咁因為你個 OTTV 低啊嘛，咁所以咧傳入去室內嘅熱咧，亦都會相對地係會慢啲，會減少啲嘅。OK，即係話裏邊如果係呢度係室內嘅，呢度係室外嘅，無論呢一度係30度都好啦。OK，因為佢個 OTTV 啦，OK，OTTV 咧係低嘅話咧，所以咧裏邊咧都可能 keep 得到咧。比較慢啲先至升到去，即係一個低溫啲嘅地方，可能譬如keep 住咧喺室內邊咧都係22度啊咁樣樣，咁啊就全靠一啲嘅牆身啊或者一啲嘅玻璃，佢哋嘅 OTTV 整到要低啦。OK，咁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低呢？咁啊以下落嚟咧就提供睇下啱唔啱咯。一嗰度採用更節能嘅空調機，呢個係錯嘅，因為咧呢兩樣嘢咧都唔關嗰個冷氣機事。冷氣機如果係節能啲，係代表慳電咗啫。OK， 慳電咗啫，但係唔代表佢傳遞得慢啲嘅。OK，同佢嗰個牆身啊，同埋佢嗰個玻璃啊，佢個構造咧係完全係冇關係嘅。咁啊，第二嗰度啦，採用有低放射性塗層嘅玻璃窗，呢個就合理啦。OK，因為低放射性嘅塗層嘅玻璃窗咧，佢可以令到咧嗰啲熱咧係較慢啲去傳送到由室外去到室內嘅。OK，咁所以呢個係啱嘅。第三嗰度採用 U 值更加高嘅建築材料啦。咁呢個同學仔咧好下意識就答咗係啱嘅，咁啊但係要小心啦，其實都係錯嘅。個原因就係因為 U 值等於佢個傳遞率除翻佢嗰個嘅牆身嘅厚度嘅，咁係涉及咧呢一個傳導嘅作用嘅。OK，咁所以咧，如果反為咧，如果 U 值越高，有咩方法整到 U 值越高啊？咪就係佢嗰個牆身嘅傳熱率高，咁即係傳熱得快喎，即係嗰啲金屬啊嗰啲傳熱得好快，咁個 U 值咪高咯。咁所以咧，佢係好快就將室外嘅熱咧，就透過呢個牆壁咧就傳送到去室內喎，咁咪唔好咯。OK，咁所以唔得嘅。另外第二個方法咧，點樣增加個 U 咧，就係降低個 D 啦，即係話牆身令到佢薄啲。OK，牆身令到佢薄啲，咁亦都唔係一個好處嚟嘅。咁亦都只會咧令到佢嗰個傳送嘅係數咧，總傳熱嘅傳送值嘅 OTTV 咧係增加嘅。咁所以咧呢個係錯嘅，反為我哋應該係用更加低嘅物料啦。OK。咁所以咧呢個咧答案係顯而易見啦，答案就係 B。呢一年咧揀 B 嘅同學仔咧總共有62%嘅。OK，咁都係合理嘅。咁啊希望同學仔咧要留意啦。好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